我小时候就住在这边，我家出生地就在这附近。新竹县长小时候来望弥撒的峨眉天主堂，现在成了大小朋友可以一起做面包的面包坊。然后要稍微捏一小团面团哦。捏着面团，面包师傅杨长展也捏出新人生。他原本有忧郁症，邻居江信军想让他有事做，在废弃教堂设计砖窑要他施工，再找老师教他窑烤面包。砖窑飘散的面包香当中有着为人疗伤的温暖。杨长展后来考取了丙级的烘焙证照，也吸引更多待业者来学做面包。像面包，我就是用东方美人茶加进面包里面去啊，还有那个菊香蔓越莓也是。善用在地农特产，损耗品也能成为商机。农民多半丢弃的小橘子拿来做成橘子酱，可以当果酱涂面包，也可以冲泡成水果茶饮。橘子皮都有在一起做橘子酱，所以尝起来味道和一般的比较口味还好。这个要靠大家一起来，不然一个人我也没办法做到。所以大家可上瘾摸奶后啦，口大家从下来养有办法。啊，这是海洛讲法。那之前我们说一把你卖唔好，我一口大家从好了。提供一个起点和资源，人的潜力也许就会激发出来。主导越美观光发展协会一手催生教堂活化的江信军，深深相信家乡峨眉还有许多待开发的资产。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为家乡做一点事啊！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后半段是这样平白无故每天起来跟今天、明天、后天一样。峨眉天主堂又再一次凝聚了在地的力量，提供了多元就业的机会。窑烤面包受好评，让社区居民在尝试中找到新希望。13年乃唔好，愛靠大家從後來。13年乃唔好，愛靠大家從後來。